歡迎收看校園電視台。各位觀眾，今集呢係第2集嘅 AI 新勢力去片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校園電視台嘅 AI 新勢力。我今日要介紹嘅就係天下無人不識豆嘅 AI App 豆包。先嚟啲小知識先，豆包係由開發 TikTok 嘅中國科技巨頭字節跳動所開發嘅。佢採用咗自家研發嘅雲雀大模型，反應速度超快。而且最重要嘅係，佢對中文嘅理解能力係非常強嘅，係學生學習中文嘅好戰友。咦，聽講你用豆包用得好好喎，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啊？冇問題啊，豆包係我嘅學習好夥伴嚟㗎。平時學歷史資料多到睇唔晒，我會直接將長文貼俾豆包，叫佢幫我總結重點。佢唔單止總結得快，仲可以幫我將重點分類，甚至我可以用語音直接問佢問題，佢回覆嘅速度就好似同真人喺度對話咁樣。仲有豆包嘅 P 圖功能超級勁。吳堅倫，你嘅願望係咩啊？我大個咗想做工程師。咁好啦，我用豆包嚟幫你實現呢個願望啦。望鏡頭。搞掂啦，吳堅倫，豆包幫你生成完啦，俾大家睇下先。乜我20年後係咁個樣㗎？你可唔可以將呢幅相俾我啊？可以啊。我要返屋企擺喺我嘅作文、我嘅字源上面，咁我就可以搞到我嘅作文又生動又有趣，真係好神奇啊！不過大家喺驚嘆豆包強大嘅 P 圖能力嘅時候，我哋都要有正確嘅資訊素養。大家記住啊，眼見嘅唔一定係真㗎。冇錯啊，而家 AI 生成嘅圖片越來越真，甚至可以做到移花接木添。所以我哋喺使用嘅時候要遵守幾個原則。第一，尊重事實。我哋可以用 AI 修正相片嘅瑕疵，但係絕對唔可以利用佢嚟捏造虛假嘅新聞同證據。第二，尊重隱私，絕對唔可以喺未經他人同意嘅情況下面用 AI 修改人哋嘅相片，咁樣唔僅係唔禮貌，仲有可能係涉及到法律問題嘅。第三，保持警覺。當我哋喺網絡上見到一個太過完美或者令人驚嘆嘅相片時，我哋要思考一下呢個會唔會係 AI 生成嘅，學會多方查證。明白， AI 係一把雙刃劍，佢可以係創意嘅畫筆，亦都可以係造謠嘅工具。關鍵係在於佢使用嘅人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歡迎收看星光舞台。今日為大家表演嘅係合唱團去片。Children
節目就播放完畢啦，拜拜。